各位兄弟平安，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主日礼拜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一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一罪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中保护我，伫伊的帐位内，将我藏伫伊布边藏压的所在，夜替我伫石盘顶。接咱要来吟诗，学了上帝，圣诗第27首，圣诗第27首。我主上帝，我哪想就哪戆影。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星辰，搁听见雷的响声，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。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圣名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学了上帝圣名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上帝，我哪想就哪戆影，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星星，搁听见雷的响声，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，我心不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存了上帝圣名，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真好了解，上帝无小伊圣名。甘愿的小犯罪，我都会操心，难行的我，我心存了上帝圣名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存了上帝圣名。上
小路上的信仰，一天回报，我了伟大，我心出小路上的信仰，一天回报。咱信仰个别，使徒圣经伫圣诗头面第13页，显着咱三角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。定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加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一碟，咱要来启用，伫圣诗后壁面，启用第8篇1009页，显着咱三角来启用1009页，启用文第8记载伫诗篇第23篇，启用第8，显着咱三角来启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心的快乐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之爱一定教我一世人做伴。这碟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祝你的圣的日子。你阁引导阮众兄弟平安来到圣殿，要阁一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，因为你是伟大的上帝，你是大的王，赢过隆重的上帝。阮用法的神替我摇花，伊的忧苦要拿惊天，因献电花祭，我无要献，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。阮也看见。伫旧历7月，台湾民间宗教因祭拜因的鬼神，因所拜的是偶像，因的偶像是用金银所做，有嘴无法度讲，有目睭无法度看，有耳孔嘛无法度听，有鼻嘛无气息，嘛无喘气，有手袂动，有骹袂行，做因的甲因共款，我靠因的。也要甲因共款，因为你也甲因讲，袂使滥散称耶和华你的名，因为除了伊以外，无别个拯救。伫世间，阮爱靠着伊，才会当得救。当因咧求平安的时，阮信主的人，祝你的平安早就藏伫阮的内底。阮感谢。阮众兄弟当中，检查有辛苦病痛，也有最倒无。也有讲袂出的喘气，当阮伫安静的时，向你求讨的时，你的平安也赐落伫阮。检查阮也有年长爱照顾，侪伫逐项的时，也照着做你的教示来有效时代。做你也甲因讲，这看做要紧。你也要想事，阮相信你的人，阮也知正手有长岁寿，倒手也要有尊贵。阮也要听做你的声。用透过牧师的嘴讲明圣经，互阮静静听你的声，亲像绿切切翕木溪水，
你的话要正做阮骹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阮的教会也迈进伫40年的当中，阮也有济计划求主你甲因纪念。阮也知，虽然徛起伫遮，阮的人数，求主你也怜悯，你也甲因讲，受伤的芦苇你无压制，必发的火你无拍煞，因为你的体谅，你体谅到永远。阮要等候等候迄个能力若到，阮就要像鹰鸟体势飞悬，走也袂野，行也袂先。阮也看见阮同神的兄弟少年因无伫阮当中，无论因出外，主你也甲因同在，常时也祝福记若奉你的名，敬畏你来到你的圣殿敬拜的人，平平拢赐着稳定甲福气。阮将短时间恭敬交代主你的手头，阮来祈祷拢是要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阿门。一条赞美，阿要请一样执事主诸声呼唤。
因慈爱肯赦免，肯赦免你，也赦我。归家，归家，劳苦困坚韧，归家。耶稣温柔赤诚，恳切在呼唤，呼唤中罪人归家。归家。咱即碟要来煞读圣经，咱来看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，和合本伫第7页，汉语本伫第6页，现代语本第9页。现着我来读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读到15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，咱要对第9节看到15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，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伊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。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。一碟，咱搁来看。路加福音第4章，路加福音第4章，和本伫81页，台湾本伫69页，现代译本伫97页。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，现着我来读，还要看到第13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，耶稣受圣神充满，对约旦河倒来，互圣神带伫伊伫旷野里40日的久，魔鬼试探伊。这个日的中昼无食什么物，后来就枵。第3节，魔鬼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甲即个石变做饼。耶稣因伊讲，有记载讲，人得活，毋若活靠饼。第5节，魔鬼阁带因爬上悬10000年久，用天的万国互伊看，就甲伊讲，即个一切的权甲伊的荣光，我要互你，因为即个已经交代我，出伫我要互啥物人就互伊。所以你若摆伫我的面前，就拢总是你的。耶稣因伊讲，有记载讲，着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若定。第9节，佫带伊到耶路撒冷，互伊徛伫殿的尾溜，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对遮家己跳落去，因为有记载讲。伊要为着你的命令，伊的天使保护你。佫讲，
伊要用手扶持你，免得你的脚着踏。第12节，耶稣因为讲有讲，无得刺主你的上帝。魔鬼已经尽逐项的刺，就暂时离开伊。咱圣经看到这，一条咱牧师要讲到题目是救咱脱离凶恶，请牧师。来，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看到咱的圣经信息分享的题目，毋知你敢有即种感觉？感觉真着实。为虾米？因为8月4号就是一礼拜以前，就是旧历7月的开始。虽然讲今年的旧历7月的开始，煞拄着巴黎奥运，好亲像咱台湾人即马前一礼拜咱所注意的代志，就是巴黎奥运，即个咱的台湾的运动选手表现怎样，摕几个金牌、几个铜牌，昨暗可能今仔日的即个3点，可能咱在座咱有兄弟姊妹有人无困，伫遐看迄个冠军决赛，这女子的冠军决赛。但是，咱总是爱活伫台湾，咱真做少数中的少数，咱基督徒伫全台湾，即马统计无超过5%。所以100个台湾人的中间，认同家己是基督徒的，差不多是5%，已经有进步。20当前是3%，即马进步到5%。但是咱总是少数，所以咱活伫即个咱四周围，咱的厝边头尾，咱的同事，咱的真侪朋友，可能拢是拜拜的。所以旧历7月。对台湾人来讲，是一个惊吓的一个月，因为这是台湾人传统所认为的鬼月。所以今仔日的主题会当讲是真下时，但是咱是对伫圣经的中间来思考即句话。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，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力的主上帝，愿用感恩的心进入你的殿院，愿用懊恼、感谢来敬拜你，愿常时用谦卑的心，要来接受你爱阮学习的道理。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，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，也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无论是听的也是讲的，都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，来得到造就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上帝你亲自来引带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是有按错了吗？好，来下这英文有一句话真深刻，这是英文的一句话，叫做 "Opportunity only knocks once"， 机会只敲一次门，机会只敲一次门。意思是讲什么？人爱把握机会，人爱把握机会。但是常常讲即句话的上时，真侪人加第二句话做伙讲。But temptation bends at the door constantly。试探、持续伫遐弄门，机会敢若弄门一遍，人爱把握机会。但是咧，试炼试探
常常伫遐弄，一直伫遐弄。这表示啥物？咱生活中间充满试炼。咱生活中间真正有非常多的试探。亲像讲，咱即马伫厝里，你若游玩有家用电话，甚至即马手机啊嘛真多。你常常接到电话，一工接到10通、20通，内底大部分拢啥物？先生啊，你要不要贷款？你最近有没有资金需要？要是你猜我是谁？还是啥物？你上个月在网络买东西，我们不小心把你弄成分期付款，你要解分期付款，就要照我的话做。这表示牧师嘛接过，这表示牧师嘛接过。这就是咱生活中间充满试探啊！这种细项的，因为咱即马电话可以过滤，甚至咱即马这个诈骗的老套，咱拢会晓啊。咱一听到先生，你有资金需求吗？还是猜猜我是谁？你马上给他挂灯。还是讲，爸爸，我被打了。然后快来救我！你可以很明确跟他回答：我儿子现在在美国啦，我儿子今年才4岁啦。你在骗我？咱拢知影安怎应付，但是讲实在话，咱有社会经验嘛，甚至咱在座有可能，牧师讲一个例，一个打大学毕业拄到的一个例，台湾的查甫大学毕业。就爱去做兵，做兵有时阵会照你的专长来接业务，所以伫做兵未一冬23岁的时阵，因为工程背景，所以做后勤。后勤包括什么营舍，讲到起厝，咱在座有专家。阮是海边爱乌井啦，咱知影海边安怎乌井？海边乌井一定是咸水啊，对无？但是无办法嘛，顶面的任务，所以咧，只有拍开阮的迄个营区配置图，选离海岸上远的所在，但是上远嘛是30公尺尔，选上远的所在，就点，开始作业，讲要伫遮乌井，然后去市区，对营区到市区去找乌井的生理人。乌井的师傅，讲介绍嘛讲到介绍，这就刺激啊！伊就话什么开销加的19万8，然后咧，伊就表情足奇怪伊讲你报25万啦你表情就足深色啦心知肚明，这表示啥物？25万的工钱这个就有回扣嘛当然。咱做兵是为着退伍嘛，咱做兵期间是为着要放假嘛，所以少年人迄当阵真少年无想即项代志，紧交差了事。好佳哉，后来乌井乌落去，当然是咸水啊，袂当用嘛。乌井是要啉的，咸水要安怎？当然顶面就开始查嘛，即个监察官。彻查，为什么无代志？这就讲到心色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无叫无互阮入得去。伊原来签约迄天，当然接触的士官，当然带着即个乌井的生理人，做伙开一台车，对阮中华要到嘉义指挥部当然就奇怪啊！我接洽一个厂商，来3个厂商，大家心知肚明要怎么做。到伫营区的门口，指挥部门口，就有一个军官伫遐迎旨，伊嘛表情就奇怪，伊甲我讲：“这位下士啊，没有你的事情了。”表情就深色我嘛真欢喜啊！出来佚佗，
所以就没有我的事情了。所以间隔过程就拢无伫文书顶面，招标过程承办人都不是我，因为军官要走嘛吼，所以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所以好佳哉，人生没有污点，因为后来真的出事了，真的出事了。啊，当然，迄5万外块走去倒位，没有我的事情，因为彻查就是看文件、看文书啊，因为没有我的事情嘛，军官在门口就叫我回去，啊，我嘛赢得了一天，早起走去家己要准备要办理这项代志，啊，军官伫遐叫我紧走，啊，我就规工伫家己市伫遐佚佗、食物件。啊，暗时甲转去阮中华遐的营区，但是后来彻查下来没有我的事，所以这种代志免伫阮日去，莫拄着试探。啊，当然，咱会当讲这是牧师30年前运气真好，嘛会当讲这真正。其中有上帝的保守，有上帝的保守。因为就算家己无爱，但是咧，万一迄个整个招标过程、迄个投标过程，我若在场，难免不会出事哦。所以咱就知影，咱生活中间真正充满真侪的试探。有时阵，就算咱要避免，也无办法。想讲。也牧师大大讲到迄个咧，但是咧，就是有一个军官伫遐用真奇怪的表情，讲没有你的事，没有你的事，你赶快回去。我即马游玩会记得，迄个乌井的迄个厂商的迄个表情，甲迄个军官的表情，我永远会记得。这真做我23岁少年的时阵学到的一项代志，学到的一项代志。就是讲，以后可能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无可能阁遐尼运气遐尼好啊！一无小心，有时阵真正一无小心，就会拄着即款的代志，拄着即款的代志，就想着耶稣教咱，免得阮教咱爱祈祷，免得阮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真正。即句话，免得阮离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这是对咱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。咱也读到《路加福音》4章第1节到第3节，甲咱讲，毋是干那咱活伫世间，咱生活中间，无论工作，也是咱的人际关系中间。咱充满即款的试探，其实圣囝耶稣道成肉体伫世间，伊同款也面对这一切。40天，互魔鬼来试探，所以耶稣教咱爱祈祷，无得互阮日去，着救阮迄个歹的即句。祈祷，其实咱就爱来思考咱基督徒祈祷的意义。同时也爱搁较认捌着上帝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对咱一生的中间的重要性。真正耶牧师拄仔讲的迄个故事。毋是耶牧师少年的时阵，什么正气凛然，什么看薄名利，拢毋是。老实说，对伫迄当阵一个阿兵哥做下士啊，做士官，一个月1万块，你讲5万块，会不会心动？会不会心动？然后呢？面对迄款的试探，我想后来会真正有一款的体会，就是真正上帝真正是真实，
上帝真正是真实，用迄款方式避免一个少年人伫23岁就误入歧途，就是有一个军官用足奇怪的表情，讲：“这位士官啊，你可以回去了，这边让我来，这边让我来。”用这款方式避免一个年轻人误入歧途。但是，毋是咱熬，毋是牧师对细汉的多么的正义，迄是真正是上帝的保守，迄是真正上帝用这款方式教导一个少年人，对少年的时阵就爱学习到一个事实：生活中间、工作中间、人甲人的关系中间，真正充满试探。面对试探，靠咱家己，有时阵真的无能为力，甚至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咱只有靠着上帝，只有求上帝，无伫互阮离伫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落去下这。耶稣教咱祈祷的时阵，爱祈祷，无伫互阮离伫去，无伫互阮离伫去。咱生活中间，真正就亲像耶稣伫旷野40天，伫旷野40天，面对着魔鬼的试探甲挑战。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对伫即句祈祷，无伫互阮离伫去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伊讲即句祈祷词是爱咱注意到试探对咱的影响。伊教咱讲，咱来安尼祈祷，求上帝保护咱，互一切的凶恶、世俗的影响，也是肉体的欲望，袂抵到有机会欺骗咱、迷惑咱，变成无信，变成绝望，甚至无小心就做出错误的代志、伤害的代志。爱咱注意到每一遍祈祷，提醒咱生活中间试探、工作中间的试探、人甲人关系中间的试探，对咱的影响是遮尔啊大。每一遍咱祈祷，无伫互阮离伫去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互咱注意到试探对咱影响是遮尔大。试探是无所不在，试探造成咱的伤害，造成正人的伤害是遮尔啊大。所以试探也是这一切的歹，是咱生活中间的一部分，是咱活伫世间拢会拄到的。咱祈祷上帝，无伫因错，无伫互阮离伫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咱求上帝保守咱，脱离遐个试探带来毁灭性的结果，然后帮助咱伫迄个重要的时刻，迄个选择的时刻，咱得到提醒，咱得到勇气，就是甘愿得罪人，咱袂当得罪上帝。咱知影讲，得罪人上加是你恶气，得罪人上加是失去一个朋友。但是，若得罪上帝，咱一生就了去啊！哦，亲像讲，耶牧师拄着迄个代志，迄个23岁拄着即个代志，后来咧，长官彻查下来，当然有事的是上面，
可是呢，你承办的士官乌去啊啦，乌去啊，哦，这个真的哦，在部队里面就黑掉了。长官的功都是他害的，都是他害的。可是呢，平安退伍就好了嘛，正常放假就好了嘛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常常会听起咱的信用前辈甲咱讲，袂当惊人，无惊上帝。人爱敬畏上帝，人爱敬畏上帝。咱莫惊人情世故，不要怕人情世故，不要怕人情的压力。咱爱敬畏上帝。咱爱敬畏上帝，唔惊人，甚至有时阵甘愿得罪人，但是咱袂当违背上帝。无伫因带阮，无伫互阮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即句祈祷。搁较是提醒咱，就是咱爱亲像路加福音第4章。耶稣安尼，咱爱学习耶稣面对试探甲凶恶的方式。耶稣伫旷野面对魔鬼，面对试探，面对这个邪恶的势力。就算讲耶稣，因为伊禁食，伊真枵，腹肚真枵。伊嘛真忝，但是当撒旦魔鬼要引诱伊来放杀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阵，耶稣赢过试探，耶稣赢过试探，甚至耶稣赢过引用圣经的魔鬼。耶稣赢过引用圣经的魔鬼。咱若细腻来看，路加福音4章所写耶稣面对的试探，连魔鬼也会引用圣经，这互咱基督徒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真正是咱爱真谨慎，咱爱真谨慎，毋是干那基督徒会引用圣经。有的人会摕着圣经，结果是反信仰，结果是违背主耶稣基督。伊嘛是引用圣经，即当阵咱基督徒，敢是爱警醒咱家己？咱基督徒爱认捌圣经，咱袂当将圣经，敢若想讲安尼，我礼拜来听讲道就好。咱平常时，咱爱注意着圣经安怎教示咱，咱爱有看圣经的习惯，咱爱透过即马有真侪的资源，无论网络，无论电视，也是你有时间爱查经的习惯，透过安尼，咱认捌圣经。无互引用圣经的魔鬼所影响去，搁较咱爱知影的，咱爱知影任何的事物袂当取代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上重要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上重要。无任何的代志，无任何的理由借口。会当将咱带离开上帝。咱伫生活中间，不断爱面对即个邪恶的势力，就是罪恶、世俗的影响，甲肉体的引诱。这个引诱的目的，就是要将咱带离开甲上帝的关系。
互咱伫尊主最大的即项代志顶面，咱就妥协。亲像大早所讲的，惊人毋惊上帝。伫尊主最大、尊主为大的即项代志顶面，咱妥协，甚至是要毁坏咱的人际关系，破坏咱的家庭关系，破坏咱的人际关系，破坏咱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。这就是这一切的歹的会影响的目的，要破坏咱甲上帝、甲人的关系。所以，咱莫袂记住，耶稣教咱即个上重要的一个诫命，咱基督徒生活上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上帝，过来咧疼别人，亲像家己。这咱讲基督信仰内底疼的原则。所以，耶稣常常伫查经的时阵，拢会讲到即个爱的原则，爱的原则。咱读圣经，咱伫信仰教导的中间，今仔日若教导是教咱去怨恨人，教咱将咱兄弟姊妹和谐的关系来破坏，将即个伫咱中间的疼煞变做彼此怨恨，安尼这就是信仰走精。这就是错误的教导，这是伫教会的内底信仰教育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教导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、生命的价值，这是咱的基督信仰。但是伫美国发生过，话讲生命无价的反堕胎人士，捌伫美国的南方，中西部遐做啥物代志？反堕胎人士捌伫美国做啥物代志？伫迄个妇产科放炸弹，对无？因为即个妇产科有做堕胎手术，伊就伫遐放炸弹，然后炸弹爆炸咧，有人死去。伊摕着生命的价值的理由，结果伊放炸弹杀死人，安尼这是啥物？这就是错误的信仰教导，因为违背疼的原则。因为上帝是疼，上帝是疼，圣囝耶稣所显明也是疼，圣神的溃烂，互咱有疼的行动，所以上帝是疼，疼的原则就是咱的信仰的教导上重要的一项代志。上帝是疼，但是咱肉体的愿望，咱肉体的欲望，却是引诱咱所变做自我中心、自私，将世间的享受变成咱生活的焦点。所以，咱看到有人为着利益不择手段，为着家己的好，无爱管别人的死活、死甲活，这叫做自我中心，这叫自私，这叫做家己的享受是上重要。甚至世俗的价值观，常常是用虚假的安全感，也是舒适感做包装，引诱咱莫阁信靠上帝。所以咧，会感觉讲，安尼我银行存款可能更有用，我靠我的银行存款就够了。上帝
信靠上帝，敢若是一个口号，银行存款才是自己的信靠。结果，这款人常常煞变做伊发现，伊精神顶面，就算银行有开袂了，子孙拢开袂了的钱，但是伊的心灵的中间，煞变者哪来哪无安全感。伊的心中煞感觉，啥物拢毋对。这就是世俗价值观一个欲望，互咱煞变做生活的中心，煞走偏去。这就是咱所讲魔鬼的引诱。魔鬼莫讲伤远，会记即旧年即个时阵，也无数嘛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鬼月，大家惊要害，台湾人惊要害。问咱在座有偌济人互鬼害过？但是佮问咱大家伫工作，伫你一生的过程中间，互人害过，互人陷害的机会，经验敢有？有的人就会举手啊。安尼问你，惊鬼迄创啥？既然你一世人的中间无互鬼害过，你咧惊鬼惊啥物？过来，阁想到一点，莫讲别人啦。有偌济时阵，咱凄惨落魄，是因为咱家己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咱家己伫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咱家己徛无在，结果凄惨落魄。那安尼来讲，敢是咱家己怎样徛在是上重要的。所以伫旧历7月的中间，咱搁爱注重咱家己的信仰，咱搁爱重新来看咱的生命的状况。你是生命的状况是真软正，所以咧拄着试探试炼，你就徛袂牢；也是今仔日你的生命的状况，因为咱有上帝的话刻伫咱的心中，所以一重要的时刻，咱知影求上帝，无伫因带阮，无伫互阮伫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即句话伫你的心中，当你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阵，甚至你面对着试探的时阵，即句话伫你的心中出现。当你想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想要照家己的意思随便来做的时阵，咱敢会当有心中的一个声音甲咱讲，无伫因带阮，无伫带阮入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；无伫互阮入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即句话伫咱的心中，互你临时踩刹车，不行。这是违背上帝的命令，这是会得罪上帝，所以我袂使。这是因为多多迄句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我想到这个物件，启蒙子，这那我的查某囝就唔知影这个典故啦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爱50岁以上才知道。所以，例如兄弟。一寡伫咱生活中间的试探，甲遮个歹个，遮个凶恶，一直想要引诱咱，互咱想讲网络声量比咱言行举止还要重要，所以互递到你会伫网络顶面写一寡伤害人的话，也是伫网络顶面会用一寡无好的讯息提出来，想讲声量最重要。也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心中的一个声音甲你讲啥物？上帝无爱你啦，上帝无听你啦，上帝无办法拯救你啦，你爱找其他办法啦。也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心中的一个声音
煞出现讲，哎哟，真恐怖啦，无效啦，无愿望啊啦，也互你煞落入忧郁的迄个陷阱当中，射袂出来，无法自拔。你兄弟，当咱讲到试探，也是凶恶，其实这就是你心中有时阵会有一寡声音，太可恶了，这口气我不出不行。这种声音，一个声音讲，大家都对我不好，所以嘞，算了，我活得没意义。这些负面的声音，莫讲什么社会上摆的迄一切的物件，其实常常咱每一天就是爱面对真多负面的声音对咱心中出来。一个对你好的人，你一直想讲伊足恐哦，也是怨恨你的亲人，你上亲的人，你怨恨伊，你感觉伊对你无好，但是实际上你煞袂记得，当别人对你好的时阵，你若无去想遮个代志，这一切，其实咱每一天拢喺面对即款的试探，即款的凶恶，伫咱的心中出现，就亲像咱拄拄读到。咱拄拄拖到，路加福音4章第1节到第13节，耶稣伫旷野中所面对的试探，会当讲有3种。第一款会当讲是面包的试探，面包的试探，食物的试探。咱知影，面包就是满足咱的肉体，会感觉讲满足我肉体的需要。这比对上帝忠心更较重要。第二款呢，才有撒旦，互魔鬼带到圣殿上悬的所在。这是啥物？人家说高处不胜寒，其实高处咧，试探更较多，陷阱更较多。耶稣拄到的试探，就是要带咱，互咱误会讲，上帝授予咱的能力，是爱证明咱家己个人的价值。结果，互咱一世人用上帝授予咱的才能，是要证明家己足重要，证明家己高人一等。煞毋知影上帝互咱的才能恩赐，是爱咱，照伊的旨意来行，是爱咱荣光伊，是爱咱，互伊的旨意会当，互众人通得到利益。过来，第三项试探是啥物？伫山顶的顶面，撒旦魔鬼爱耶稣拜伊，莫阁对天父跪拜。这叫做啥物？伫咱生活中间是功利主义，一切利益为主，所以咧，引诱咱将金钱、个人的利益来当作神来拜。当作神来拜，金钱、金钱至上，然后咧，个人利益优先。所以无想到讲，咱爱拜的，咱爱敬拜的是独独敬拜上帝。所以，弟兄兄弟，咱生活中间的试探，甲一切的遮的凶恶，是不断。要威胁咱，要引诱咱，要攻击咱，要互咱路行歪错。所以耶稣教咱祈祷天父
无伫互阮离伫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是爱咱时刻爱警醒，咱爱靠圣神来抵抗所有的试探。无伫互阮离伫市，爱甲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即两句话，爱做伙，爱藏做伙，是袂当分别的。因为咱信靠上帝，咱才会当抵抗生活中间的一切的试探。但是上时，咱爱求天父的慈悲疼痛甲恩典来显明，救咱袂抵到活伫罪恶的中间。所以多多所讲的，莫想讲咱人格有多高、多清高。莫想讲咱家己的克制力有多高，太侪人，咱看10当前，咱认为讲理性务实、清白透明的人，咱即马写政治新闻，规工听到伊就是利用选举大赚其钱，左手的钱给右手家己的公司，一个政客，某一党的主席，最近发生即个代志。10当前，我相信伊绝对袂想到讲，伊10当了后会陷入即款伊当时所批判的行为，对无？财务纪律讲足大声，结果家己选举做即款代志，左手放到右手。咱莫想讲咱家己道德偌悬，莫想讲咱克制力偌悬。咱爱求上帝的怜悯，求上帝的恩典帮助咱，无日伫市，搁爱求伊救咱脱离即个歹的，互咱袂抵到活伫罪恶的中间。但是，咱也爱转来想，就是有的基督徒看到世间的不义、病痛、丧凶、艰苦，会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。所以，咱袂当袂记伫咱生活中间，上帝不断用伊丰盛的疼痛，不断去保护咱，互咱无互遮个歹个来拍倒。当咱面对现实生活中间的挑战的时阵，咱祈祷求上帝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就是求天父上帝甲咱做伙同行，时刻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咱也爱勇敢安尼祈祷，祈祷上帝帮助咱，祈祷上帝伫迄个重要的时刻爱拯救咱。咱也爱提醒咱，若毋是上帝的恩典，其实伫咱过去的生活中间，咱早就互遮个歹个来拍倒啊！若毋是上帝的恩典，若毋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其实几礼拜前叶牧师有讲，其实咱大家坐伫遮敬拜上帝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的疼痛。真正咱一生的中间，有真侪的机会，咱会离开信仰，离开上帝。真侪的时阵，咱差一点仔，路就惊歪错。但是上帝一直喺保守，上帝一直伫喺照顾。类兄弟，咱爱照着上帝所授予咱的恩典，来面对生活中间各样的挑战。咱坚定咱的信仰，咱爱勇敢用行动来服侍上帝，服务众人。因为上帝的恩典遮尔啊大，伊伫咱甚至咱毋知影的时阵，伊拢伫遐顾守咱，
保护咱，愿咱活伫上帝所赏赐咱的稳定疼痛的中间，咱每一工拢会当学到上帝，献上咱的感恩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真正感谢你的稳定疼痛。阮回顾阮所行过的人生的中间，真侪时阵，阮差一点仔，落互遮个歹所拍倒。但是主啊，你总是伫迄个重要的时刻保护阮，你互阮伫重要的时刻，阮知影向遐个歹个讲我袂。伫重要的时刻，你也提醒阮，互阮愿意照着主的你的旨意，甲主你讲，我愿意照你的话来行。主啊，你的疼痛遮尔啊大，你的稳定遮尔啊宝贝，所以恳求上帝，你互阮时时刻刻拢会记得，阮家己面对这一切的时阵，毋是阮家己迄面对，是万事顶面拢有主你甲阮同行。你知影阮气力有限，你知影阮智慧无够，但是你犹原疼阮，你犹原用你的圣神保护阮。阮满心感谢你，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时刻感受到你甲阮同在以马内利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看顾保守阮，保护阮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的勉励。一碟，咱来唱回应的圣诗590首，圣诗第590首。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。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心肝常常失落平安，豆豆挂入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亲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呀查波，心安人人欢乐。请坐，一碟咱要来奉献，咱来请秋妹执事甲明明执事来书献。一碟，咱来报告，咱来看周报，咱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吼。咱毋通，咱今仔有看着咱即个新来的兄弟吼，毋知会当。这是阮的邻居啦，邻居啊。阮的邻居的朋友，为美国倒来。哦。哦。真欢喜吼！咱若礼拜三若有适当的时间，咱才大家来分享吼。来，咱第一点，咱后主日8月18，为着教会野外礼拜，咱伫龙潭一等赏关景地园举行。咱上午8点半伫教会接出发。咱还未报名，咱甲遮秋妹执事来报名吼。咱即摆已经有29名吼，咱大家踊跃来参与吼，这也是真好，大家当互相伫遐来分享交易，彼此搁较了解。第二，咱本柜圣餐将要伫8月25主日中来举行，咱请兄弟来备办心领受。8月2礼拜后有举行小会甲中集会。第三，咱8月暗是7点半。教会的查经主导会、祈祷会，6月起的主题经文是圣经约翰1、2、3书，咱也请兄弟踊跃来参加。第四，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礼拜的兄弟，请甲叶牧师总集来安排。第五，咱后礼拜的野外礼拜题目是上帝甲你同在。咱经文要用以赛亚书43章1节到17节，过来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倒边主的活动，咱主日是崇拜是上午10点，圣歌队是8点45。咱拜三，咱即马有2点半到4点半吼，咱2礼拜有一遍有。泡茶甲分享，望咱兄弟若有时间就来参加。你无一定，你若有较早，你会当离开，也是你较晚来，拢无要紧，因为即个是一个活动吼。因为咱即马无甲成立一个团契，因为咱成立团契，咱有选主席，还有会计，啥物，咱即马无吼。咱若有时间，咱逐个就来，较会当伫遮，就是来遮分享泡茶，讲咱。拢讲过去拢无要紧吼，来先讲过去，较过就袂记哩吼。来，咱
拜五咱有查经祈祷会，拜六咱有每个第一礼拜有插会吼，咱蒋老师伫遮甲咱侍奉。咱来看圣感的侍奉，咱本周的招待是文阳兄甲现松兄插会有是咱的昨的插会班吼，咱清扫有所金制。咱后礼拜讲道是牧师，咱的亚外礼拜吼，司琴是秋妹执事吼，咱后礼拜是亚外礼拜。过来，咱来看迄个遮迄个奉献甲收集，若有订单，咱请过界诶民兵执事甲秋妹执事来更正。一点咱来看正平下骹，咱的本周金句，咱要读路加福音第4章12节吼。我先读一遍，咱等下用台语读2遍，华语来读一遍。耶稣应讲有讲，无得赐主你的上帝，请。耶稣应讲有讲，无得赐主你的上帝。耶稣应讲有讲，无得赐主你的上帝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福音4章1节。咱后礼拜的亚外礼拜吼，一等上遐吼是毋是介大，所以迄是一个茶园吼。伊的餐厅，我是觉得它是蛮有不错啦吼，咱会当去大家伫遐来分享因为即种天气无适合咱伫外口拍照吼，因为真热，所以咱也袂有迄个讲会带咱践行，所以拢免惊吼，无迄个活动啦吼。他真的他最主要吼，你若伫遐食饭，他有茶，你可以拿到外面，他有凉亭那个庭院吼，他茶壶可以一直换，伊迄种茶几啦，所以是无差啦。那你也知影吼，那种面店就知影，伊拢用茶几泡。但是迄个最主要是迄个聊天吼，有问咱若还袂报名，咱也来报名吼，拢也有会使参加，吼，好。咱若迄个，咱即马过来，咱就是有2礼拜固定一遍，2点半到4点半吼。因为咱就是感觉讲，咱的拢礼拜选了就走。咱即马因为 COVID 了，咱无自餐吼，是较无菜。咱早期有自餐，所以时间有靠留伫教会，咱较会当交易。有慢慢要透过这吼，因为咱教会若无当做一家人话，拢无熟悉吼，安尼。毋是讲无熟悉，就是讲咱拍一个招呼，安尼是做无菜。因为咱每一个人的经历，上帝互咱的恩典拢真多，所以阮透过做甲咱兄弟咧分享，我甲知影咱有一个咱的兄弟吼，伊讲伊以前做银行的时吼，伊讲年以前若要去领钱，去总行领钱，几百万客用车叫着行。伊讲即马想到即马咱真诶不可想象，吼，讲因安尼。钱赶咧安尼，客用车，叫落就来迄落。我是想，我意思要讲，透过咱即个分享，咱才知影讲，每一个人的经历，迄真诶无共款。你没有去挖那个宝，你真的不知道哈。好，咱接下咱来互相请安哈。咱坐着讲到咱拱手，咱向咱的前后左右哈，道平安哈。即碟咱要来唱圣诗，圣诗第402首，圣诗402首，咱要连续唱2遍。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教我大过保护，假使我言行谦卑死正，查我逐日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。超找引带失迷的人，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。请咱起立来吟2遍，吟诗说牧师祝祷。奉求主人托我脚步，那路光大家的来行。是家，找我他。
受你改变，予我的愿中最更高，天真我是美好，这是我真心的承诺。愿求主恩赐我阿婆，阿婆我大地来行，愿求你教我大个不好，我是我的天亮的心肠，让我大力承受你改变，我的愿中最更高，对罪作心的路，这是我人生的最难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